花樣年華全國青少年戲劇節是今年辦第26屆，是這台灣上屆久、上屆大的青少年戲劇交流平台。今年的主題是存在，青少年劇團是發揮創意，展現存在力量。青少年的存在要安怎用戲劇來表現？今年青春年華青少年戲劇節，劇團百味之間的作品《愛愛啊》，用牽起安線的外校老人，甲早早記憶的棉煲湯作為講故事的核心來探究人世間愛的本質，獲選今年創意劇本獎。如果注定要分開，為什麼不要好好相愛？跟如果注定要分開，為什麼還要相愛？我想大家都會有自己的答案。謝謝大家。青少年劇團霧花是將白色恐怖的歷史寫入抗悲傷號的故事，獲選最佳劇本獎。佇抗悲傷號不是啥物攏無，而是有一寡真相把風扛起來。存在是等待有人邊開加對門。也謝謝會讓這個舞台可以讓我們把我們的想法呈現在這個舞台上。當年有全國40間以上高中戲劇社參加青春年華全國青少年戲劇節，今年進入第26屆，是台灣歷史上久、規模上大的戲劇教育活動，甲青少年戲劇交流平台。創辦人吳和偉協願，希望將含辦到100屆。劇場它可以很大，大到可以輕易的裝進整個世界，但是劇場也可以很小，小到我們轉身就會不經意遇見心裡面那個最真實的自己。青春的戲劇園地，讓青少年在投入劇場演出的過程，引起青少年關心課本之外的世界，啟發感受、思考甲同理心。教育部也表示，這是將藝術教育延伸到舞台上，實踐實作精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